日本官校百年校庆这礼拜就要办，有一寡咱体育的将官接受中国的邀请，要去参加因的校庆，佮会办因的基础证加手机号码，这是引起争议。咱日本司令部嘛强调，中华民国伫咧倒位，黄埔就伫倒位。咱的总统赖清德嘛会亲身参加校庆。 日本官校百年校庆16盛大举行，暗过中共像黄埔会议团共款办活动，由国军退伍将领、退伍会主委严德发13承认，有还有真少数退伍将领去中国，暗过拢是个人行动，无组团。蒋公是在这里凤山复校，所以校长在哪里，正统在哪里，更不要中了中共认知战、统战。 的圈套。针对退伍将领去中国，不排除和中共提来宣传进行阵地作战。严德发证实有接获中共邀请咱的退伍将领，明显是要进行统战，或者爱避免超发国安法等规范。另外，退伍将校要办理中国基础证手机门户，引起外界关心。中共恐吓对待操作，内国法化。尤其是有居住证的啊，你的个资啊可能外泄，因为你要登记。 所以这些都有个人的一些风险，所以特别第一年就是要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安全非常重要。日本也展现正统黄埔的决心，扩大举办庆祝活动，包含黄埔建校百年特典、三军甲机队、中正5号甲机队演出。总统赖清德也亲身主持阅兵。阅兵及校庆的典礼是由我们的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临主持。中华民国在哪里？ 基本上黄埔就在哪里。共军一直交代，国防部13发布查到23只的强机出海活动，其中19只超过中线进入西南东部空域，上近伫花莲干那39海里，有7只强舰伫大海活动。国防部表示，就海空样态、季节性训练要求变化，会看威胁状况来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